今次想介紹嘅設計喺新樓盤單位黃金海灣。呢個單位嘅設計以奶油北歐風為主題，將原本一房間格改造全開放式，咁樣空間感就大大提升咗。全屋嘅設計主要係奶油白色加上溫潤木質調，客廳電視櫃同伸縮餐桌融為一體。伸縮式隱藏桌可以幫助節省客廳空間，開放式設計更加適合屋主嘅生活同工作需求，因為佢需要喺屋企工作，隨時保持在線同處理工作事務，所以設計師特意將牆拆咗，將休息區同工作間合二為一。至於睡房，就利用咗溫潤嘅木色儲物地台設計，唔單止可以增加儲物空間，仲可以作為地台床。喺地台上設置咗位櫃同工作桌，清晰劃分咗休息區同客飯廳。地台樓梯嗰度仲加咗隱藏燈帶，唔單止可以作夜間照明，仲可以增添空間嘅氛圍。